OK， 平安夜咧就講下波啦。咁我記得10年前咧，我喺香港嗰陣時過聖誕節咧，都係着住呢件金寶湯嘅 UT 啊。咁就紅得嚟又唔係咁紅係咯。咁嗰陣時平安夜嗰晚，即係10年前平安夜嗰晚，好似都成24度，有成24度香港氣溫。咁過咗10年，咁而家喺澳洲嘅個平安夜啦，講下呢個嘅英格蘭嘅聯賽杯。英格蘭聯賽杯好似係咪即係英超同英甲嗰啲球隊一齊比賽？咁其實如果你贏唔到英超咧，咁攞到個聯賽杯咧係安慰獎嚟嘅。咁但係而家咧4強咧都係英超熱門球隊喎，係阿仙奴啊、車路士啊、紐卡素同埋曼城，係啦。咁隊隊都有機會贏嘅嚇，因為其實你啲球隊兼顧好多嘅比賽喎。譬如英超球隊本身就英超啦跟住歐聯杯或者歐聯啦或者歐霸啦而家又有呢個英聯杯啦仲有其他啲社區盾，其實好多賽事喺度兼顧。咁當然啦，如果每隊球隊都贏啲咧，就皆大歡喜。但係有時有啲球隊勁得滯咧，就乜嘢獎都攞晒。咁講少少啦。咁又一年